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这礼拜就要满2年。这阵乌军对阿夫迪夫卡撤退，严重受到影响。美国前总统 Trump 拼总统大选，为伊的支持者推出签名鞋啊，上贵一箱竟然是卖到台票12000。日本因为高龄化欠卡手，流传青年的祭典岩手苏明节宣布停办，今年是上尾一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乌克兰甲罗西亚的战争，这礼拜就要满2年啊！乌军唔但反攻无正点，搁撞到大动突，失去这东部重要的战略城市阿夫迪夫卡。罗西亚军去年5月攻占这巴赫姆特了后，双方的战况都无明确的变化。不过，这阵罗西亚占阿夫迪夫卡，这乌克兰未来要反攻过来这顿内刺客，恐惊就搁较困难。而且，这个所在是对2014年以来，就是对抗罗西亚的上前线城市真有意义。这阵失守对乌克兰来讲，士气一定有真大影响。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就讲，欠武器是因撤退上大的原因，呼吁美国都赶紧斗相共。参俄罗斯国旗的战车紧紧开入都市，至少乌克兰东部都市阿夫迪夫卡的乌军17挡不掉俄军猛烈攻击，决定撤退。俄军马上进驻，讲这是去年5月占领巴赫姆特了后第一摆摕到重大胜利。Под непрерывным огневым воздействием российских войск, лишь отдельным разрозненным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м украинских боевиков удалось спешно покинуть Авдеевку.бросив при этом вооружение и военную технику。阿夫迪夫卡伫顿巴斯工业区，马负欧洲上大的交通厂之一，有重要战略地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了后证实，乌军已经撤离当地，强调弹药欠缺是撤销主因，呼吁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赶紧提供更加多支持。Розмова з президентом Байденом, дуже важливі акценти, і, зокрема, про Авдіївку, і необхідність продовження принципової і достатньої підтримки України. I spoke with Zelensky this afternoon to let him know that I was confident we're going to get that money to keep that country from being overrun by Russia. 拜登强调，美国对乌克兰支持不变。暗国媒体问到，美国是毋是应伫乌克兰失去各个在领土进程提供资金援助？拜登向记者承认无信心。美国参议院顶礼拜通过950亿美金的对外援助法案，其中600亿用伫援乌。暗国众议院要到2月底了后才会开机。共和党籍众议长强生也真侪摆表达反对立场，资金是毋是应得到批准，也阁毋知。公司新闻是婉玲评价。我来看中东的战况，以色列今日放掉，那是3月初10，伊斯兰的再解决进程，哈马斯无把所有的人质拢总放出来，就要出兵攻加沙南部的边境城市拉法。另外，就算这国际是一直咧要求停火，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态度有关大增的，甚至伫咧内阁会议顶头提出声明，拒绝这国际社会推动巴勒斯坦建国。虽然国际社会反对以色列对加沙南部边境拉法市发动地面战，以色列也是设定军事行动的期限。战时内阁成员简持18日一场演讲中讲，那是到3月初10，伊斯兰再解决开始的时阵，以色列的132个人质也未全部返厝，安尼战斗会伫各地继续落去，包括拉法地区。到时阵会甲美国、埃及才有志协调，帮助百姓撤离，尽量减少伤亡。埃及已经伫加沙拉法边境建造大型的阿摩托围栏，防止以色列地面进攻，致使真侪巴勒斯坦人越境走入去西奈半岛。不过，埃及无正面承认，讲合作是伫准备兴建后勤区，为加沙接受援助伫做准备，包括客车停车场、仓库、办公室，也甲司机的宿舍。加沙走廊人道的危机真严重。加沙卫生部表示，拉法市北部汉尤尼斯全加沙第2大的纳瑟病院，因为欠缺燃料，也有以军的攻击，已经完全无法提供医疗服务。甲村市的医护人员照顾所有的患者，目前超过140万有落无厝的难民，拢聚集伫拉法。若是发动地面战，会造成真大的灾难。不过停战谈判无进展，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面对国际压力，态度却是愈来愈强硬，表示讲要完成任务，也搁伫内阁会议提出一项反对国际社会单方面强迫以色列接受巴勒斯坦建国的声明，交付表决。בנושא הזה
אני בטוח שהיא תזכה להסכמה רחבה מאוד. הנה ההצהרה. ישראל דוחה על הסף תכתיבים בינלאומיים בעניין הסדר הקבע עם הפלסטינים. הסדר כזה יושג אך ורק במשא ומתן ישיר בין הצדדים, ללא תנאים מוקדמים. 联合国最高法院为19开始召开听证会，形容以色列为1967年以来占领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这个领土的法律后果。一定会有52个国家提出相关的证据，基前的国家数量创下历史的新高。国际法院可能在今年底前做出无约束力的紧急裁决。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 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根据中国官方媒体公布的数据，2023年外资企业对中国的直接投资的金额是比2022年减少8成2，创30年来上介少的。这反间跌破是主要的原因。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南韩首尔出名的商款名东。 公共粪扫桶的数量长期以来拢无够，这游客留落来粪扫四界拢有，非常垃圾。英国《Times》报道，巴西总统鲁拉讲，以军伫咧加沙的行动是整作变绝。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就丢卡当地火枪，佮吊起这巴西的大赛表达抗议。稍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 南太平洋的岛国巴布亚纽几内亚遭部落开枪车拼，至少是有53个人死亡。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维吉尼亚州有人家厝瓦斯泄漏爆炸，拍火消防员1死9伤，另外阁有2个民众受伤。美国大选，共和党上有可能出来选的，就是前总统 Trump。 有伊的支持者是推出这签名的鞋啊，上贵一箱竟然是袂到大票12000。虽然 Trump 的声势真好，不过顶礼拜纽约州的法院是判伊诈欺罪成立，罚金112亿个大票。Trump 本人就批评这司法单位甲伊的对手斗空介入大选。 大凯支持者大声欢呼，川普也对咧拍破啊！这原本唔是竞选造势场合，是伫费城举办的运动鞋大展。支持川普业者伫现场推出川普亲身签名限量版球鞋，上柜讲是爱399块美金，合台票超过12005。川普伫现场阁提醒支持者，为初选到大选一定要出门投票。We have to go out and vote. We got to get young people out to vote. And you're going to vote, and we're going to turn this thing around. 不过，除了反对川普的电影公开批评主办单位，让川普有机会上台讲话机会，司法体系也出手。川普家族事业重心之一的纽约，当地法官伫顶个月判决检方胜诉，因为川普家族企业牵涉无实在财务报告，诈欺罪成立，要求川普爱交3亿5500万美金，相当大票111亿4400万的罚款。 Today, justice has been served. Today, we prove that no one is above the law. No matter how rich, powerful, or politically connected you are, everyone must play by the same rules. 不过，把最贵检察官的加州律师拉曼尼对川普有无同款的看法。 There's no question that Donald Trump is a target of state and federal prosecutors, and a lot of people, including voters, believe that Donald Trump is being treated unfairly. But selective prosecution is not a legal defense unless it's for some constitutionally prohibited purpose, such as race or religion. 川普本人伫参加费城运动鞋大展了后，赶去密西根州的造势活动，演讲当中也阁批评对手电影，用司法做武器介入大选。 No jury was allowed. I wasn't allowed a jury. You're not allowed a jury because under the statute, they have the right to do whatever they want to do. It's so unconstitutional. 已经川普的支持者发起募款，要为川普交罚金，要卡车司机团体准备抵制纽约州，负责为纽约运送货物。这摆判决是民事，除了罚款以外，无坐价的问题。另外对选情的影响，爱国观察。公视新闻，徐家仁编译。 澳洲真侪所在发现有毒的物质石棉，目前伫咧学校、运动中心、超市，计共是有41个所在拢有发现。本地这雪梨将是要举办冬季活动，嘛拢都爱先取消。
学校附近有防火线，工作人员穿着规身躯的防护衫，处理用防水布砍掉的污染物。澳洲雪梨的石棉污染事件范围搁再扩大，又有7个公共场所，包括学校、体育中心、甲超市，因为受到石棉的污染，互当局紧急封锁。2 schools have now returned negative results, which is obviously pleasing. And there is ongoing testing at a further 4 schools. 自从1月底伫咧雪梨一个游乐场发现石棉污染物了，当局尾仔搁伫咧41个所在发现廉洁石棉。新南威尔斯当局已经设一个石棉工作小组，提供环保局更加侪资源甲支援。这是1991年这个机构成立以来所进行的上大规模调查。I was honestly quite surprised because I guess this is kind of a hangout for a lot of students. So it's quite, we spend a lot of time here. It's just a bit scary. I mean, like, it is a little bit worrying, but if you're not touching it, maybe it's not quite as bad. 环保局上新的资料指出，1日到18有买加700项检测结果是阴性。美国流行天后泰勒斯原本定23开始要连续唱4天的演唱会，伫所在检查无问题了，将会照期举行。因过原本定18月举行的雪梨冬至狂欢节活动是被取消。石棉因为有加固暗门涂加防火特性，伫19世纪末真做正普遍的建材。因过尾仔研究发现，人若吸到石棉的纤维，就可能会致癌，所以这么真侪国家拢已经禁止使用。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译。中国西北部新疆甲甘肃风背山搁落大雪，交通严重受到影响，至少是有4万人转行程延前，甚至有这车的玻璃是去互架起来沙石啊跌破去。10点半啊，真的10点半才发现。行出土姆斯克车站，民众行一条早起的天顶，今年眼前感觉红看袂到头前。新疆地区拜六落大雪，搁有强烈沙尘暴来搅局，部分地区能见度无到50公尺。爱外口公安指挥交通，若强风架起来，红背山公路上受困民众需要掠着栏杆行，以免风吹走。也搁有车辆的挡风玻璃，互吹起来会沙石降碎。那沙尘暴雨城市限制啥物拢看无，暴风雪落袂停，连警车拢互大雪包围失去方向。因过公安也是爱出动协助袂顶袂动的车辆。那甘肃地区为了保持交通顺畅，赶紧派吐雪车吐雪，佮重新伫路面铺沙石仔。伫强烈沙尘暴甲落雪影响，甘肃新疆一带被迫关闭54个路段，关70外个收费站，热连内蒙古、青海也得咧关7个收费站，估计至少有12000台车辆受困，超过4万名旅客被迫滞留。有关当局已经出面紧急安置，因过这波寒流带来真歹天气会继续到日里，包括宁夏、陕西、山西等地区拢受影响。公司新闻张惠斌编译。日本真侪祭典活动真有特色，不少人去日本佚佗，阁会专工经有祭典的时阵去体验一下。不过因为高龄化欠脚手的状况，真侪出名的祭典是小煞宣布停办。亲像这岩手的苏民祭、新式的古祭火祭，今年拢已经是上尾一届。另外有的祭典是转型，亲像这清新的水魔祭，是请一寡少年人等体格吸引游客。也若是这爱知国府宫的祭典，是头一届开放女性参加。穿着传统祭典用的丁字裤，查某人排队准备到水池，用冷水往身躯顶泼。这是日本合作三大基地祭典的苏民祭。每一档的二月，岩手县澳洲区、澳洲市拢会办一场祈求五谷丰收、无灾无厄的苏民祭。因为参加祭典的查甫人用的全身躯烫白体，又搁合作烫白体祭典。今年的苏民祭，民众为日本各地来参加，人数超过过去2倍外，因为这是历史上上尾后一场苏民祭。最後だから参加したみたいなところがあって、やっぱり思い出深いなと思います。亡くなるのはやっぱり辛いですよね。咸州苏民祭有超过1000年的历史，参加祭典的人进行了后，去到高瓦顶，踅着寺庙行，最后进入寺庙祈福，搁集中到寺庙内底药师堂去抢一个护身符。每一档拢是透明举行，加上来参观的游客达到2-3千人，所以为前地作业到祭典迄一天的人潮管理控制，拢需要真济精力。也毋过受到主办寺庙信徒年岁大、脚手无够影响，愈来愈歹照过去的仪式继续举行。寺庙就宣布决定办完今年的活动，就停止祭典，未来改做互主持诵经祈福就好。
ね、今のその少子高齢化とかその担い手不足っていうね、問題もあってなかなか昔のままの形で続けていくのがやっぱり難しくなってきているのかなっていうその寂しさ感じますね。同款是汤马提制定爱知县稻泽市的国府宫制定，为了解决高龄化甲卡手无碍问题，是头一届决定开放予差不多100名的女性穿着制定的服装参加部分的仪式。唔但予有1250档历史的制定，会当继续传承，嘛，予制定的形式会当在着时代做改变。国视新闻台是同朋友。北非的阿尔及利亚，请真侪游客去撒哈拉沙漠的贾奈特绿洲，欣赏这旷阔的沙漠景致，佫会当赏天星。这个所在甚至予去过游客列入是一定爱佫去第二届名单。对贾奈特绿洲看头前，唔知影比平伫倒位的撒哈拉沙漠的景观，规个拢看会到。伫阿尔及利亚东南部的贾奈特绿洲，纵观的沙丘含一个接一个山变做特殊的野外生态。驻青领队雷卡达准备要来主动第一题，予游客啉出特别的沙漠风情。L'Algérie est un pays sécurisé, les gens sont tellement hospitaliers, il y a une solidarité et puis une bienveillance envers les touristes. 阿尔及利亚伫2021年实施陆地签证的政策了后，是请超过4000个西方游客来探访贾奈特绿洲，住伫布棚内食野地餐，伫星空下体验沙漠的肃穆和安静。真侪入去到人生后半场的游客，伫遮感受到新心灵重新定位，等来到稳定的状态。Moi-même des retours réguliers. J'aimerais y aller souvent. Parce que c'est vraiment ça me ressource quoi. Enfin, 阿尔及利亚佫有一个一定要去的所在，就是北部的大港城市奥兰。这个传统国民美食雷蒙冷冰，伫个白果软的冰顶悬搅果酱，口味单纯，但是有够好食，是游客来遮食过一摆都无法度袂记哩的人间好食面。Il n'y avait pas les glaces, on n'avait pas les glaces que Madrouk, les Esquimaux, c'était que le poney. 这间叫做沙巴纳两冰店，59岁头家是传承爸爸的手艺，甲水柠檬糖2人2千，用电动的机器关速蜡烛绵的状态。伫冰过了后，都是真好食的两冰。沙巴纳即嘛是爸仔囝2代做伙经营，用料真实在，但是价销算是真俗，是游客和在地人拢真爱去食的人气好食米。公司新闻周淑芬编译。瓜地马拉的动物园是甲一只亚洲象做生意，伊是已经63岁啊。这只象是对马戏团互救出来，搁捌互翕到扭树蛙救这摔落水的羊，真有灵性。在大家歌声当中，首先特罗皮塔慢慢行出来，瓜地马拉一间动物园。为像特罗皮塔庆祝63岁生日，特别准备2个真大的水果跟两果，要互伊好好食一顿。Trompita es un elefante rescatado. Ella viene de un circo. 特罗皮塔是一只亚洲象，2008年为马戏团到拉奥罗拉动物园，10年来正做这的动物名称，甲羚羊住伫同一区。2021年，佫因为一段影片伫社群网络红起来，有网友翕到特罗皮塔，发现伊有落一个水池，紧张甲叫人过来，佫用长边啊加手机想要救羊，互网友学到有灵性。Que nada, pues Trompita es un animal geriátrico, ¿verdad? Por la edad que tiene, son 63 años. Ellos tienen un rango de vida entre los 50 a 70 años y está registrado que el animal más longevo de esta especie ha llegado a 82 años, ¿verdad? En cautiverio. 这亚洲象平均寿命是48岁，目前被列入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的濒危物种。不少家长趁一月假期带囡仔来动物园，到底庆祝特罗皮塔63岁生日。公司新闻江文编译。芬兰除了出名的耶诞老人村，阁有这古水的哈士奇雪车队。哈士奇是由雪车载游客伫咧白雪的世界当中游览，是真受欢迎的行程。不过因为当地寒冷，日是真短，敢若3点钟尔，真侪游客拢是客伫咧这段时间要坐雪车，业者甚至都爱外包，才袂互这狗仔上贴。坐雪车伫看不尾的白雪雪的所在走，毋那是耶诞老人的专利。芬兰北部拉普兰区除了有出名的耶诞老人村，也有一个古水的哈士奇雪车队，因会由雪车载游客看当地美景。We just sat in the sledge and the husky was pulling us. Yeah, really cute.
在哈士奇赛车欢喜的心情，拢伫囡仔的面看会到。只是旧年冬天直飞拉普兰的班机加一倍，旅游人阵突破疫情前的水准。订哈士奇赛车比以往加3-4成，狗仔无够用，就爱搁外包互其他狗寮的狗仔，才当应对大量的订单。It's not that we are struggling to cope, but it is hard work. We have not only changed up certain routines in our kennels for the benefit of the dogs, but we are also experiencing then the extra demand and the supply, the tours that we are doing. So this two combinations makes it a rather rough December for us. 提供服务的其中一间狗寮 BioHill Husky 狗仔为2岁工作到8、9岁，因为狗仔提供真宽的狗条，退休的狗仔会当做宠物，也有留落来训练细只狗。目前才有107只狗仔，其中有60只会当游细车，一天上济出勤3届，一届是3至6只一组，逐天上济走50公里。The experience was incredible. When we first got here, obviously you're looking at the sled, trying to decide, how it's going to be. Definitely that intimidating feeling, but once you see the dogs get on the sled and everybody, pretty much gels together. 一段45分钟的赛车旅程，计社位大票1,700至7,000不等，内容多元，包含单纯的导览，由赛中啉咖啡到欣赏极光，这是旅客当季旅游真热门的选项。公司新闻郑伟仁编译。美国纽约中央公园的动物园，一年前这只暗公鸟是逃走出去。动物园是真烦恼，讲伊自细汉就有人饲，无法度家己生存。不过最近这摄影师翕到伊的形影，伊这一年来是过甲真好，会向家己找食，那是食甲肥肥。羊头鸟弗拉克为中央公园动物园逃走已经1年。原本动物园烦恼，伊伫温室大汉，袂晓拍蜡，加后生活会摇巴肚，想要到弗拉克适应力加强。逃走无偌久，就家己找物件食，食做拉布的高手，将家己食甲肥滋滋，小日子过甲真好。弗拉克勇敢冲出人啊，电视杯，纽约人真好乐，真做社群网络受欢迎的动物。He has not only survived, he is thriving and navigating through the entire island of Manhattan as if it's his own. That is remarkable. He has done this on his own without the, guidance of parents. And I think people, New Yorkers especially, connect to him because of his resilience. 弗拉克是鸟头鸟当中体型上大，黄黄色的毛，有神的大目睭，长长的耳羽是特色。伊伫1年前的1月7日，因为动物园的人啊，互人破坏煞逃走。动物园无论用米是诱捕、放光类的叫声来吸，拢无法度互伊转来。最后发现，伊其实有法度家己生活，总算放弃追捕。就安尼，弗拉克亲像王者，徛悬悬看曼哈顿的花花世界。大部分时间踮伫是无丰富的中央公园周边，有时阵出现伫附近的公园塘啊，或者住户真惊喜。He's just so beautiful, and he's just sitting there staring at us. 人工捕出来弗拉克，毋是芭比的本土物种，可能是全芭比唯一一只生活伫野外的雕鸮。专家分析，伊离开熟悉中央公园，可能是换血本能致死，只是无法度找到伴侣。野生的寿命是20年，弗拉克即马是14岁，应该还阁一段自由逍遥的日子通过。毋过纽约市的鸟鼠是真济，极度的鸟鼠药啊是伊上大的天敌。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